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伫主日的早起时会当个做伙来敬拜伊，也感谢上帝，互咱通过听甲领受伊的话来得到提醒，得到帮助。虽然咱伫疫情的中间无法度实体聚会，但是我确信，当咱伫逐所在用心灵、用心识来敬拜的时，上帝圣神就要运行伫咱中间。 互咱通彼此连结，成做一体。今日是咱教会所定的关怀主日，咱特别要做伙来关心西罗亚诗班的事工。西罗亚诗班是咱教会蒙朋友事工的一部分。咱上时嘛，阁有投入伫幼儿、伫年长者甲关怀弱势者的事工。咱今日要做伙通过这段记载耶稣正式开始服侍一段经文，做伙来思考。 咱甲咱的教会，就用什么款的态度甲行动来做社会关怀的事工？这是要请咱大心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阮这是要做伙来领受你的话，也通过你的话来得到提醒，得到帮助。愿开启你的信心，甲阮每一位参加伫地，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愿通过你的话来得到祝福。阮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 阿免。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的头前一段，是记载耶稣伊受魔鬼的试探伫旷野这个所在。接续咱今日的经文就讲，耶稣伊听到加西利约翰受关的消息，所以伊就退到加利利去。伊来到加利利了后，并毋是留伫伊大汉成长的这个所在，叫做拿撒勒。 伊是来到加利利湖边的一个城市，叫做加比隆，用这做中心来开始伊传道的工作。所以，这个加比隆这个所在，又互人称作是耶稣家己的城。马太福音的作者，伊认为这整个的过程都应验着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到第2节的这个预言。 先知以赛亚讲，将来弥赛亚要含住伫黑暗中死荫的地的加利利地区的百姓，要为着因带来光明。作者伊伫马太福音内底真侪摆通过旧约预言伫耶稣身躯顶的应验，读者来表明，这位耶稣就是因久长以来在等待的迄位弥赛亚。 接续，咱就要做伙来了解，为何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伊会认为加利利这个地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讲黑暗甲死荫的地。但是，咱也对第2章来看，加利利这个地区，伊的位是伫巴勒斯坦地区上界北边的这个所在。好，咱若看这个地图，咱就会当了解，伫旧约时代。 以色列人因拄进入到迦南地时，耶稣时代的这个加利利地区所属的，就是拿弗他利甲西布伦这两个支派因所住的所在。虽然是属伫这两个支派，但是因并无办法完全将当地的迦南人来赶走，所以这个地区久长以来，就是大款种族的人做伙来住。咱来看这个图，会当做一个对照，咱就知。耶稣时代的加利利地区，和旧约时代的这个两个支派，拿弗他利、西布伦这两个支派，因住的所在是同款的一个所在。对历史上来看，加利利这个地区，伊的四周围有侪强的国家，比如讲亚述，甲后来的叙利亚，所以这个地区常在互人来占领、来统治。 大概伫700、800栋的这中间，拢是这款的情形，所以嘛，因为安尼种族非常的混乱吼，足侪种族拢住伫这个地区内底，那么会当参考这个图，会当小可来了解。第三，咱要来看加利利这个地区的百姓，因有身份认同顶面的一个困难，因为这所在也是伫一个交通真重要的路顶面。 所以圣经内底有讲到沿海的路，这沿海的路就是指对南边的埃及这个地中海的海边往北要去到
亚述要去到叙利亚这个所在一条真重要的路。加利利住伫这条路的顶面，所以这个所在住的人非常的复杂，世界做生意的人拢会留伫这个所在。是一个外邦人和犹太人住做伙的地区。经济上来讲是真发达、真繁荣，无毋对。但是因为咱拄仔讲的和外邦人住做伙，所以一般正统的犹太人并无真重视，也是讲真接纳这个地区住的人。咱圣经内底有一个真特别、咱真清楚的例，就是当耶稣呼召腓力了后，伊就去找伊的朋友拿但业。伊甲拿但业讲：“我已经拄到咱所等待迄个弥赛亚，你紧来看。”拿但业就甲腓力问讲：“迄个人是甚物所在的人？”腓力讲是拿撒勒的耶稣。这拿但业听到了后是拿撒勒人耶稣，伊听到了后，伊非常即最直接的反应是讲：拿撒勒这个所在，哪会当出甚物好诶？可见拿撒勒加利利地区，这拿撒勒是互人看轻，是互人无受重视的。这是当时加利利这个地区，伫一般犹太人因的想法内底，就是真偏僻无受重视的一个所在。第四部分，咱要对信仰上来看，我想这也是较重要的一个部分。住伫遮犹太人，因为和其他的种族住做伙，所以到耶稣的时代，加利利这个地区的人，因的信仰已经受到混乱，受到同化。加上因为因久长已经有一段时间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因迄款期待弥赛亚来拯救因，来建立一个国度，迄款的期待也已经落空真久，所以至到因已经失去对上帝迄个专一的信仰、专一的信心。咱来问因可能会讲我是信上帝无毋对，但是其实心内已经失去迄个专一的信仰。所以耶稣的时代，住伫加利利地区的犹太人，那真正就是像马太伊所讲的，住伫一个黑暗、住一个无仰望死荫的地的一个人。第二，咱要对咱今日所住的台湾，咱做伙来思考，台湾的情形和当时的加利利是毋是有啥物相像的所在？咱知影16世纪了后。外国人吼，台湾有一个足水的名叫做福尔摩沙吼，意思是美丽的岛。但是咱嘛知影，事实上台湾也面对侪的困难、侪限制，也有侪挑战。伫地理上，台湾的面积无真大，所以咱的资源嘛无真丰富，咱的发展也受到一寡限制。伫历史上，台湾这块土地捌互荷兰、西班牙、日本等等的国家来殖民统治，所以咱嘛失去侪主体性。另外，佫较重要的是咱和咱隔壁的中国的关系，通讲非常的复杂，真歹处理。这拢互咱台湾面对侪挑战，面对侪困难。第三部分，咱若看身份的认同和国家的认同。无共款，嘛造成咱台湾内底侪的冲突，侪的无好势。比如讲咱最近都在注疫苗这个问题就吵了非常，真侪人在批评，真侪人在攻击，而且这款攻击往往是无有根据真无理性的攻击因为你的理念无共款，所以就用这款的攻击。来攻击咱这个国家所做的努力，我想这对咱来讲，拢毋是真好的代志。另外，这个身份的认同，咱嘛当对另外一部分来看，咱因为对这个土地认识无够，对咱的文化、历史、地理拢无真了解，所以这个认同也渐渐来失去。我举一个例咱会当真深的体验，伫阮迄个时代所读的地理，拢是。中国迄边的地理我迄阵读东北有9省咱若进去看因的历史，真早的已经毋是9省所以有人讲一个笑话，讲咱迄阵读，阮迄阵阮迄个时代读的地理其实是历史，因为迄已经拢过去阮迄个时阵读的历史其实是小说，
拢是编出来，无一定是真正事实的代志。嘛，因为安尼，教育侪方面的问题，互咱台湾本身的身份的认同、国家的认同，也拢产生侪困难。伫咱台湾，咱嘛要接续来看，伫咱的价值观、伫咱的信用顶面，是较多元、较无专一性的。所以当咱咧讲，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时，侪人真歹接受。伫台湾人的想法内底，因感觉有拜有保庇，无拜出代志，所以因无法度接受讲，为虾米简单会当拜一位上帝？这是咱所拄着的一个问题。伫咱的社会内底，价值观也普遍是看短期的利益，欠缺迄款较远的眼光。比如讲，即个高丽菜在好价时，大家都抢要创要种即个高丽菜，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落价，落到足严重。比如讲，咱为着经济的发展来牺牲咱的环境的保护。比如讲，伫咱的社会内底看起来真富足，但是其实伫基层内底，抑佫有真侪人真辛苦的生活。我想这拢是咱台湾所面对的一个问题甲挑战。接续咱就要做伙来看，上帝伊用啥物款的行动来帮助遐伫黑暗中、伫死荫的地的人。以赛亚书第7章的14节先知预言讲，上帝要想一个婴仔，伊要为着人带来盼望。这个婴仔的名要互人称作是以马内利，意思就是讲上帝甲咱三个伫地。耶稣伊选择用人的款式进入到这个世界内底，甲黑暗中死荫的地的人三个做伙，这拄是实现了以赛亚书所讲以马内利的这个预言。耶稣一来，互拯救者弥赛亚要来的这个预言，无阁简单是一个预言那点，伊互这个久长的盼望，犹太人久长的盼望会当来实现。耶稣一来到加利利，伊通过教导上帝的话，宣讲天国的福音，也医治逐款的病。伊来接近人生命内底逐款的欠缺甲需要。我想耶稣伊当然真清楚知影，人会当听到福音，会当认捌上帝，这才是伊生命内底逐款问题上较根本的答案。耶稣真清楚知影，但是伊的护士内底，毋是干那关心即个部分那点，伊嘛通过满足人肉体的欠缺甲需要，医治人身躯的病痛。互人会当通过安尼来经验到上帝慈爱甲稳定，互因会当进一步愿意来接受福音的真理。这拄是耶稣伊道成肉体，成做一个人来到咱中间，来到咱世间的一个原因。耶稣伊宣讲的内容，伊是讲着悔改，因为天国得要实现啦。咱若看这个内容，其实和行说的约翰所讲的内容非常的共款。但是咱会记得，真共款的内容内底，其实有真大本质上的无共。因为假设咧约翰，伊只是一个先锋，在预言将来弥赛亚会来到。但是耶稣是弥赛亚本身，已经带来上帝救恩，带来上帝恩典来到众人的中间。约翰福音第1章14节的经文安尼讲：道正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咱拢看见伊的荣耀，这荣耀拄是爸的独生囝所得的。这是讲到耶稣道成肉体来到咱中间，为咱带来上帝祝福、上帝的拯救。接续咱就要来看，那安尼咱基督徒着怎样做，才会当成做合上帝心意的人？基督徒上简单的解说，这个名词上简单的解说，就是军队基督的人。既然是军队基督的人，那咱就要学习照基督的款式去行事、去为人。耶稣有对门徒讲：“恁是世间的光，恁是这个世间的盐。”耶稣讲的，就是讲基督徒应该来发挥咱的影响力，通为着咱的社会，为着所有的人群来带来祝福。
若无，咱就若亲像迄盐失去咸味共款，无路用，只会当互人吞打那定。拄拄亲像耶稣一面传道，一方面嘛关心人肉体逐款的需要，医治人身体病痛。基督徒和教会，咱其实会当做伙来学习，通过服务的行动来带出福音的信息。当人的需要受满足，伊的生命就有机会因为接受真理来得到改变。咱的教会，少年教会有通过投入幼儿教育的工作，长者安养照顾的工作。市长甲弱势者福利工作来接触逐款有需要的人，通过侪同工、侪的会友、信徒的付出甲投入，希望通过咱所做这事工，会当互更较侪人做伙来得到福音的好处。无输伫遮嘛要甲咱提醒，这是咱教会咧做真重要的事工，咱着做伙来关心。若是对咱个人来讲，咱爱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就是上帝互咱的职业，咱咧做的工作，也就是上帝互咱的一个呼召。这是加尔文伊一个真重要的主张。伫咱每一个位置顶面，尽心尽力来工作，就会当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无论咱参与伫教会的事工、服侍的事工内面，也是伫咱每一日，咱无共款的工作顶面。咱拢着尽力来做，也通过安尼，通来荣光上帝，也怎样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另外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基督徒和教会咧做这个慈善福利的事工的时，咱会记得，那是因为圣神的同在，互咱有气力来做这个上帝所欢喜、上帝所爱咱做的代志。绝对毋是因为咱家己足够，咱家己足厉害。所以，咱必须要常常通过读经、通过祈祷来敲出上帝的心意，互咱来通真清楚上帝爱咱做的是啥物款的工作，免得咱行一个毋对的所在，失去上帝祝福，失去上帝欢喜。也愿保罗伊所讲的话，会当成做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保罗伊伫哥林多前书9章23节安尼讲。我为着福音的缘故做这个事，目的是要和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保罗伊讲，伊毋管做啥物货，做啥物代志，伊拢为着这个要互人会当得到好福音，要互人会当来认捌耶稣、认捌上帝。像当咱个人伫咱的工作顶面，咱教会咧参与做福利的事工顶面，咱拢着常常来提醒家己，咱所做的是毋是合上帝的心意。当真做上帝所祝福、上帝所欢喜。结论来讲，伫有危机、有需要的所在，就是咱每一个基督徒会当为上帝来做见证的一个机会。咱活年有幸咱本身是软弱、是有限，但是咱因为上帝的恩典，咱有机会做伙来参与服侍，做伙来服务众人。这是我年大一个荣耀。我要请咱大家会当做伙继续来关心西罗亚诗班因的事工，为着因来代祷，为着因来奉献，互因会当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也要恳请咱大家会当做伙用行动来参与甲支持教会逐款的福音事工、慈善的事工，互咱会当。常常会记得，咱拢是领受上帝呼召的人，咱拢必须要为着这个世界带来改变、带来光明。愿上帝帮助咱，会当行伫伊所欢喜的道路顶面，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阮的上帝，我要深深来感谢你，感谢你无看阮的软弱，无看阮的有限，愿意同使用阮来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主，阮知阮所做的实在是无够额，实在是真欠缺。我要恳求你，想赐加倍的气力、加倍智慧，甲阮上个地底，互阮所行所做，会当成做你所欢喜，会当成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通过安尼，互侪人会当来看见你的恩典，体验着你的主爱，会
会当进入真理内底，真做你所听的囝儿将阮的教会，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特别将阮写到阿西班的事工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祝福、引带带领。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